别墅里面唱 K， 水池里面饮龙鱼。我送阿硕茶具，他研磨下笔，直接给我4个字帅：大展宏图，大事亲手提笔字。大展宏图，搬来放在办公室，哎，大展宏。别墅里面唱 K， 水池里面饮龙鱼。我送阿硕茶具，他研磨下笔，直接给我4个字帅：大展宏图，大事亲手提笔字。大展宏图，搬来放在办公室，哎，大展宏。别墅里面唱 K， 水池里面饮龙鱼。我送阿硕茶具，他研磨下笔，直接给我4个字帅：大展宏图，大事亲手提笔字。大展宏图，搬来放在办公室，哎，大展宏。